歡迎大家嚟到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呢度係充滿活力同埋關愛嘅校園。我哋關心每一位學生嘅精神健康，努力創造一個讓學生能夠自由探索、追求夢想、互相尊重同埋彼此支持嘅共融環境。陳白沙深知道學生精神健康嘅重要，所以我哋提供咗專業嘅心理輔導，同埋組織情緒支援嘅活動。社工、教育心理學家、老師嘅通力合作，務求及早察覺學生嘅精神健康問題，降低焦慮、抑鬱等問題嘅發生。校長同學校嘅管理層都會用心傾聽每位學生嘅心聲，無論係學業、未來前程定係校政，都給予真誠嘅鼓勵同建議。陳白沙有唔同文化背景嘅學生，學校推行欺凌嘅零容忍政策，教導學生尊重差異，打造文化共融、以和為貴嘅校園氛圍。校董會積極參與陳白沙嘅發展，喺推動校園精神健康方面投入唔少嘅資源，定時同校長共同商討點樣為學生提供最佳嘅支援，確保佢哋喺關愛中茁壯成長。校董唔單止關注學校發展，仲積極參與學生活動，親自了解學生需要，為學校藍圖提供更合適嘅長遠計劃，促進學生身心成長，增強幸福感。陳白沙嘅老師唔單止係知識嘅傳授者，亦都係學生精神上面嘅同行者。有感學生面對住好大嘅公開考試壓力，教師嘅學務團隊就定期舉辦 DSE 嘅馬拉松，藉住跑步嘅訓練，讓佢哋強心強身，培養佢哋良好嘅心理狀態，希望以更正面嘅情緒去面對公開考試。陳白沙中學係一個溫暖嘅大家庭，我哋相信健康同埋高能量嘅校園係培育未來社會棟樑嘅最佳條件同埋基礎。因此，白沙中學上下團結一心，我哋關心每一位最親愛嘅白沙學生，喺有愛共融嘅環境底下，幫助佢哋建立自信、積極、有創造力同埋追求卓越嘅生活態度與良好品格。歡迎大家一齊加入白沙中學，成為21世紀德才兼備嘅年青人。